充滿嘅時候。聖神嘅恩賜與大家同在。各位弟兄姊妹午安。我哋懷住咁樣嘅心開始呢個主日嘅感恩聖祭。願意我哋喺主嘅台前感謝天主賞賜嘅一切，亦都願意我哋喺今日呢台彌撒裏邊為我哋一位剛過身嘅兄弟祈禱。我哋當中嘅一員，前兩日唔知乜嘢緣故結束自己嘅生命，我哋今日喺彌撒裏邊特別為佢祈禱，亦都為佢嘅家人祈禱，求天主能夠接納亡者喺佢嘅懷抱，求天主安慰已亡者嘅親人。其實開始之前，讓我哋都每個人喺主嘅台前承認自己都係有過犯，喺生活上未能夠對自己嘅家人有足夠嘅關懷，我哋求主寬恕我哋，求在場嘅兄弟姊妹為我哋祈禱。我向全能嘅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嘅過失，我罪為此人嘅眾生聖聖愛天使聖人，我哋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嘅天主，願全能嘅天主垂憐我哋，赦免我哋嘅罪，使我哋得到永生。Amen.
俗世繁雜事物，阻礙我哋準備迎接你嘅聖子。並求你使我哋充滿上天嘅智慧，遵從你聖子嘅教導，追隨佢嘅左右。佢同你同聖神係唯一嘅天主，永生永王。請坐。今日嘅讀經係經書第10卷。一個幼芽。上主的神，智慧和聰敏的神，超見和剛毅的神，明達和敬畏的神，將住在他內。他將以敬畏上主為快慰，他必不照他眼見的施行審訊，也不按他耳聞的執行判斷。他將以正義審訊微賤者，以公理判斷世上的謙卑者，以他口中的棍杖打擊暴戾者，以他唇邊的氣息誅殺邪惡者。正義將是他腰間的束帶，忠誠將是他脅下的佩帶。豺狼將與羔羊共處，虎豹將與小山羊同宿，牛犢和幼獅一同飼養，一個幼童即可帶領他們。母牛和母熊將一起牧放，他們的幼雛將一同伏臥。獅子將與牛一樣吃草，吃奶的嬰兒將遊戲於蝮蛇的洞口，斷奶的幼童將伸手探入毒蛇的窩穴。在我的整個聖山上，再沒有誰作惡，也沒有誰害人，因為大地充滿了對上主的認識，有如海洋滿溢海水。那一日，葉瑟的根將成為萬民的旗幟，列邦必將尋求他，他駐節之地將是輝煌的。上主的話。答唱詠，在他的歲月中，正義必要興盛，到處國泰民安。天主，求你給君王傳授你的權柄，求你給太子傳授你的公正，使他照正義統治你的百姓，使他按公道管理你的平民。在他的歲月中，正義必要興盛，到處國泰民安，直至月亮失明。他將統治大地，從這海到那海，由大河的流域至地極的邊界。他必拯救哀哭的貧民，他必扶持無援的窮人，他將憐恤不幸和貧乏的群眾，並要救護窮苦貧病者的生命。他的名號常存，永受讚揚。他的名號常留，與日爭光。萬邦要因他而得福，萬民要稱頌他。
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，弟兄姊妹們，其實凡經上所寫的，都是為教訓我們而寫的，為叫我們因經典所教訓的忍耐和安慰，獲得希望。願賜忍耐和安慰的天主，想賜你們仿效耶穌基督的榜樣，彼此同心合意，好一心一口，光榮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。為此，你們要為光榮天主而彼此接納，猶如基督也接納了你們一樣。我是要說，基督為了彰顯天主的信實，成了各選的僕役，為實踐那向先祖們所作的恩許，也使外邦人因天主的憐憫而光榮天主。正如所記載的，為此我要在異民中稱謝你，歌頌你的聖名。上主的話。福音前歡呼成立。恭讀聖馬竇福音。那時候，洗者若翰在猶太曠野出言，宣講說：你們悔改吧，因為天國臨近了。這人就是那藉依撒意亞先知所預言的，在曠野裏有呼號者的聲音：你們該當預備上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途徑。這若翰穿着駱駝毛做的衣服，腰間束着皮帶，他的食物是蝗蟲和野蜜。那時耶路撒冷、全猶太以及全約旦河一帶的人都出來到若翰那裏，承認自己的罪過，並在約旦河受他的洗。他見到許多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來受他的洗，就對他們說：毒蛇的種類，誰教你們逃避那即將來臨的憤怒？那麼就結與悔改相稱的果實吧。你們自己不要想，我們有亞巴郎為父。我給你們說，天主能從這些石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來。斧刀已放在樹根上，凡不結好果子的樹，必被砍倒，投入火中。我固然用水洗你們，為使你們悔改，但在我以後要來的那一位，比我更強，我連提他的鞋也不配。他要以聖神及火洗你們，他的簸箕已拿在手中，他要揚淨自己的禾場，將他的麥粒收入倉內。至於糠秕，卻要用不滅的火燒掉。上主的話。